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翰福音第7章。这个代志以后，耶稣去加利利境内达所在，伊无爱去犹太，因为犹太教的领袖找机会要甲伊刣。犹太人会搭了做得要到，所以耶稣的兄弟甲伊讲：你着离开这去犹太，互你的门徒嘛通看你得做的代志。人要出名，袂点点仔做。既然你得做这个代志，着去做互世间人看。因为连伊的兄弟都无信伊。耶稣甲因讲：我的时还未到，不过恁逐时拢便便。世间人无理由怨恨恁，因怨恨我，因为我不时地指出因的行为邪恶。恁做恁上去受罪，我无爱上去受这个罪，因为我的时机还未成熟。耶稣讲这话了后，继续留伫加利利。耶稣兄弟上去受罪，伊嘛去，毋是公开，是点点仔去。做期的中间，犹太教的领袖伫找耶稣，问讲：伊伫什么所在？群众的中间有真侪人私下伫议论耶稣的代志。有人讲伊是好人，嘛有人讲毋是，伊是伫煽动群众。毋过因惊犹太教的领袖，无人敢公开讲起伊的代志。做期过一半，耶稣才上去圣殿教示人。犹太教的领袖感觉奇怪，讲：这人无受过教育，哪遐尼有学问？耶稣应讲：我的教示毋是我家己的，是找我来迄位的教示。人若愿意实行上帝的旨意，就会知我的教示是对上帝来，还是照家己的意思伫讲。我靠家己讲的是伫求家己的荣光，求找伊迄位的荣光的人是真实，伊内面拢无不义。摩西减无互恁律法，不过恁中间无甲一个遵守律法，是安怎恁想要刣我？群众应讲：你毋得看到鬼，啥人想要刣你？耶稣对因讲：我简单做一项代志，恁就拢感觉奇怪。摩西命令恁行割礼，恁嘛伫安息日甲人行割礼。事实，这个礼仪毋是对摩西，是对恁祖先开始。既然恁为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，伫安息日甲一个查某囡仔行割礼，安尼我伫安息日互一个病人完全好起来，恁是安怎对我受气？毋通看外表来判断是非，着照公正判断。有一寡耶路撒冷的人伫讲：这个敢毋是因想要杀害迄个人？你看，伊公开伫讲话，因嘛无讲啥物甲伊反对，兼讲这个官长真正知这个人是基督。毋过，这个人的来历咱拢知，基督来的时，无人会知伊对倒位来。耶稣伫圣殿伫教示的时，大声讲：恁捌我，嘛知我的来历。不过我毋是照家己的意思来，找我来迄位是真实，恁却毋捌伊。我捌伊，因为我对伊遐来，伊差遣我来。因就想要甲伊掠，不过无人下手，因为伊的时还未到。群众的中间有真侪人信伊，讲基督来的时，减会比
即个人行较侪新约。法利赛派的人听到群众私下伫议论耶稣的代志，祭司长甲法利赛人就派圣殿的警卫去掠耶稣。耶稣讲：我搁甲恁做伙无偌久，就要转去找我来迄位遐。恁会找我，毋过找袂着，因为我去的所在，恁袂当去。犹太教的领袖互相讲：这人要去倒位，互咱找袂着。伊想要去四散伫希腊城市的犹太侨民遐去教示希腊人是无？伊讲：恁会找我，毋过找袂着。佮讲我去的所在，恁袂当去。这是啥物意思？做期的最后迄日，嘛是上重要的日。耶稣徛起来，大声讲：喙焦的人，就来我遮啉。信我的人，照圣经所讲，有活水的溪会对伊的腹内冲出来。耶稣安尼讲，是指信伊的人得要领受的圣神。迄时，上帝还未赐圣神，因为耶稣还未得到荣光。群众的中间有人听到这话就讲：这人真正是迄位先知。阁有人讲：这人是基督。不过嘛有人讲：基督哪会对加利利出？圣经竟毋是讲基督是大逼的子孙，是对大逼的故乡必利行出。安尼，群众因为耶稣的缘故起纷争，其中有一寡人想要掠耶稣，毋过无人下手。圣殿的警卫转去见祭司长甲法利赛派的人，因就问警卫讲：恁哪无甲伊押来？警卫应讲：毋爱有人讲话，亲像即个人。法利赛人就对因讲：恁嘛互伊袂去哦。咱的官长也是法利赛人，兼有人信伊。责任毋捌律法的群众是受咒诅的。法利赛人的中间，捌去见耶稣的尼哥底母，甲因讲：照咱的律法，无先审问，搁查明人有做啥物，敢会当甲伊定罪？因就讲：你嘛是加利利来的是无？你查考圣经就知，加利利毋捌出先知。众人拢转去家己的厝。